睇下你嘅面珠墩，睇下你個額頭，再睇下你嘅手背，有冇嗰啲褐色嘅小斑點，一粒兩粒，定係已經連成咗一片？好多人叫呢個做老人斑，覺得呢個係長壽嘅標誌，係歲月嘅勳章，甚至覺得年紀大咗生呢個好正常。我話俾你聽，大錯特錯，嗰個根本唔係咩嘢勳章，嗰個係你身體俾你發出嘅最高級別求救信號，甚至乎講得難聽啲，呢個嘢喺中醫眼裏面，佢叫濕毒，唔好俾佢嚇親，亦都唔好急住熄機。聽我將話講完，點解我夠膽叫佢濕毒？大家靜心落嚟諗一諗，咩嘢叫斑？你去山裏邊嘅流水潺潺嘅小溪，當水流好急，生命力好旺盛嘅時候，嗰嚿石上面會唔會生青苔？絕對唔會。只有當水流慢落嚟，變成一潭死水唔喐啦，污糟嘢沉澱落嚟啦，青苔同埋污垢至會生出嚟。人係一樣，你身體入面嘅血就係嗰水。當你身上嘅陽氣足，心臟跳動有力，血流速度快，好似大江大河奔騰嘅時候，你嘅皮膚係光潔嘅、紅潤嘅，根本冇可能生斑。但係一旦你身體入面凍啦，血流速度變慢啦，血液入面代謝唔切嘅嗰啲垃圾廢料就慢慢沉澱落嚟，沉澱喺血管壁上面，沉澱喺皮膚底行，久而久之就形成咗嗰啲褐色嘅斑塊。呢個實際上就係呢一塊皮膚底下嘅血死咗啦，死咗嘅血，冇生命力嘅血停喺嗰度發黑發臭。呢個唔係濕毒係咩嘢？所以當你見到身上生咗第一粒老人斑嘅時候，唔好覺得哎呀我老啦，正常。你應該警惕起嚟，你嘅內臟已經開始淤積啦，你嘅陽氣已經撐唔住你嘅身體啦。呢個就好比你屋企嘅牆壁上面開始水啦，一開頭只係一個細路嘅霉點，唔理佢，你覺得係舊咗。點知牆入面嘅鋼筋一早就塗斷咗，邊日間屋冧咗，你至醒起嗰個細路嘅霉點。完啦，好多人將呢種斑叫做脂溢性角化或者色素沉着，佢哋淨係睇得到個陳皮，攞住顯微鏡睇細胞，睇到嘅係死嘅標本，而真正睇嘅係活人，睇嘅係氣。點解偏偏係你生斑？點解隔籬屋嗰個同你同歲嘅人面色紅潤，你卻似個黃面婆？根本原因就喺一個字通，人體嘅血管加埋可以繞地球好幾圈，咁長嘅管道，靠咩嘢將血推送到你嘅手指尖？靠咩嘢推送到你嘅面皮底下？靠心臟，心主血脈，其話在面。你嘅面就係心臟嘅顯示屏，生斑。即係話你嘅心臟力量唔夠啦，即係話嗰個泵嘅壓力唔夠啦，水泵壓力唔夠，水流就慢，泥沙淤血，痰濕就沉底，沉喺血管壁上面，血就過唔去，嗰度嘅肉就餓死咗，就變黑咗。所以呢一粒小小嘅斑背後藏住你心陽不足、寒氣入骨嘅大危機。而家好多人點做？走去美容院、皮膚科攞激光槍喺表皮燒走一層，斑冇咗，皮膚白咗，開心啦，覺得錢花得值。但係過唔夠3個月，原本地方嘅斑又生出嚟，甚至顏色仲深。點解？因為你只係將牆皮壞咗，牆入面嘅水喉仲喺度流水。你將樹葉剪咗，樹頭仲喺度吸毒，用激光打。嗰個係治標，將身體入面嘅寒氣排出去，淤血化走。嗰個字叫治本。由中醫嘅角度嚟講，呢個老人斑其實就係氣滯、血瘀加埋寒濕凝滯。你唔去強心，唔去溫陽，光喺面上面拖拖抹抹，嗰個係塗脂抹粉染死屍。話雖難聽，但係道理就係呢個道理。我都知而家大家揾錢唔容易。動不動去醫院，
買嗰啲幾千蚊一套嘅護膚品，或者食幾十蚊一粒嘅保健丸，太貴啦，而且效果微乎其微。其實真正能救你命，能俾你體內乾乾淨淨嘅嘢，就喺你哋屋企嘅廚房入面，就喺嗰個菜籃子入面。只不過你哋日日見，卻有眼不識泰山，將佢當成普通嘅佐料俾人糟蹋咗。今日我就將呢個幾乎唔使錢，但係能俾你將濕毒斑塊統統化走嘅方子免費教俾你哋。呢個唔單止係祛斑，呢個係救你嘅命，係喺幫你清理血管入面嘅垃圾，預防將嚟嘅心梗。冇梗，我哋要用到嘅兩味平嘢，大家記住咗。第一味叫生薑，第二味叫紅棗。有人一聽，切，呢個唔係薑棗茶咩？我都飲過，冇用啊！諸位，唔係薑棗茶冇用，係你根本唔識點樣飲，亦都唔懂佢點解能治病。中醫嘅精髓唔喺於藥名，而喺於神。你如果只係將佢當飲料飲，咁當然冇用。首先講點解要用生薑，好多人知薑係辣嘅，能發汗，但在中醫眼裏面，生薑係還陽草，係起死回生嘅藥食。我哋人體之所以會生斑，之所以會有淤血，根本原因係咩嘢？係因為寒主收引，寒主凝滯，好似冬天嘅河會結冰一樣，你嘅血凍咗，佢就結冰啦。嗰個冰就係斑，咁點樣化冰？攞膠枝用激光打冇用，你都有太陽。生薑色黃入脾胃，味辛入肺，佢有一股純正嘅陽氣，好似係身體入面嘅一把火。呢把火點起嚟，能將你五臟六腑入面嘅寒氣逼出去。特別係對於手腳冰冷、胃口唔好、面上面生斑嘅人，生薑就係你身體入面嘅太陽。太陽一出嚟，冰雪消融，淤血自然就化開咗。生薑走嘅係氣分。人老咗點解皮膚鬆弛生斑？因為氣跌咗。生薑嘅辣味能將你嘅氣撐起嚟，能打開你全身上下無數個毛孔。當你飲落去一碗濃濃嘅薑湯，你會感覺一股熱氣由胃入面炸開，直接衝到頭頂，衝到後背，衝到指尖。呢個時候你嘅毛孔張開咗，嗰啲匿喺皮膚底下幾十年嘅塵寒、舊毒、死血，順住汗液同埋毛孔排出嚟。呢個叫俾邪氣已出路。但係光有薑仲唔夠，薑係散嘅，係向外衝嘅，係打仗嘅將軍。如果光食薑冇後勤補給氣血，雖然走得快，但後勁不足，甚至會將你原本虛弱嘅氣血耗散掉。呢個時候就需要第二味藥紅棗。紅棗係做咩嘢嘅？紅棗係健中嘅，可以補中益氣、養血安神。如果話生薑係去前線殺寒氣、殺淤血嘅將軍，咁紅棗就係喺後方運送糧草嘅丞相。薑主發散，土主收省，呢一散一收，剛好符合人體氣血運行嘅規律。更重要嘅係紅棗能護住你嘅胃氣。我哋治病永遠要先保住胃氣，有胃氣則生，冇胃氣則死。紅棗唔單止係補血，佢仲係守中。薑係攻，土係守。紅棗色紅入心，味甘入脾。佢能將嗰股狂暴嘅薑氣變得溫柔漫長。佢能補充津液。好多生斑嘅人皮膚係乾嘅，似枯樹皮。點解？津液枯竭咗，紅棗煮爛後嗰個湯係黏稠嘅，嗰個就係最好嘅膠原蛋白，能滋潤你嘅血管，俾乾癟嘅細胞重新飲飽水咁樣。呢個薑草到底該點樣煮？點樣飲？呢度面全部都係講究。好多人飲咗一世，方法全錯咗，結果飲到滿嘴泡，斑亦冇退。聽真啲，下面每一個字都係操作指南，漏掉一步，效果大打折扣。第一步，選材，生薑一定要選老薑，皮厚肉黃、絲多辣味重嘅嗰種。
唔好用嫩薑，嫩薑係炒餸食嘅，治唔到病。我哋要嘅係老薑嗰股直透骨髓嘅熱勁。紅棗要選肉厚核少嘅，表皮要皺巴巴嘅至好，說明糖分足，藥性夠。第二步處理，呢個亦都係最關鍵嘅一步。生薑千萬唔好去皮，中醫講生薑皮係涼性嘅，生薑肉係熱性嘅，留住皮係為咗保持陰陽平衡，俾你飲咗唔上火。將生薑洗乾淨，切成像硬幣一樣厚嘅片，大概5、6片。紅棗必須將核去掉，丑核係燥熱嘅，食咗容易心煩發熱。攞剪刀將紅棗剪開，將核醃掉，用大概5到7粒草肉。第三步，火候唔好用滾水泡，好多人攞個保溫杯，薑片、紅棗往入面一扔，滾水一沖就算數。嗰個叫死棗水，藥性根本出唔到嚟，必須要煮，揾個細沙碌柄或者唔同鋼煲，唔好用鐵煲，加凍水，將薑片同埋棗肉放進去，先用大火煮開，水開後轉最細嘅火，蓋上蓋子，慢慢咕嘟，至少煮15到20分鐘，直到你聞到廚房入面飆滿爐爐嘅薑辣味同埋棗香味。煲入面嘅水變成深苦柏色，呢個時候藥性至真正融合喺埋一齊。呢碗水點樣飲？幾時飲？呢個就係你去除體內濕毒嘅還魂湯，一定要朝早飲。朝早7點到11點係胃經同脾經當令嘅時候，亦都係人體陽氣生發嘅時候。呢個時候飲落去，順水推舟，直接將陽氣送到全身時間嘅重要性。我再強調一次，好多人話朝早忙，夜晚飲得唔得？唔得，絕對唔得。中醫最講究天人合一，朝早7點到9點係辰時，胃經當令；9點到11點係巳時，脾經當令。呢個時候太陽升起嚟啦，陽氣向上走，你飲薑棗茶係借天力，用3分嘅力就能達到10分嘅效果。如果夜晚飲，夜晚係陰氣主事，陽氣要返屋企瞓覺啦。呢個時候飲薑湯將陽氣叫醒，就會消耗你嘅庫存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夜晚食薑，越食越瘦，越食越乾，面上面斑反而仲多，因為你將陰血耗乾咗。對於想美容祛斑嘅人嚟講，夜晚係養陰嘅時候，係修復皮膚嘅時候。夜晚要飲百合粥、銀耳湯，潤一潤；早薑晚粥，一乾一稀，一陽一陰，只係養生嘅好方法。呢個就完啦。咩？如果你嘅斑特別堅固，或者濕氣特別重，飲水都覺得個肚面。咁我再教你一個升級版，醋泡薑。如果話薑土茶係溫補，咁醋泡薑就係軟堅散結嘅利器。醋在中醫入面入肝經，主收省，而且能軟化血管，軟化堅硬嘅斑塊。揾一個乾淨嘅玻璃樽，將生薑切成薄片，越薄越好，塞入去，倒上好嘅陳醋或者米醋，唔好用歐字嘅白醋。冇個薑片密封起嚟，放喺雪櫃或者陰涼處泡上1個星期。每日朝早食早餐時夾2、3片食落去，個酸辣嘅味道瞬間就能將脾胃叫醒。醋將薑嘅熱性收轉入去，俾薑嘅藥力唔發散，而是直接種進肝臟同血管入面去清理陳年嘅淤垢。醋泡薑跟住嘅地方喺邊度？佢能深度清潔肝臟。醋係酸嘅，酸主收省入肝。肝臟係人體嘅血庫，亦係人體嘅清潔工。所有嘅毒素最後都要靠肝臟嚟解，但肝臟最怕塞。而家嘅空氣、水、食物全係毒素，肝臟一早累趴低咗。醋泡薑進去後，薑嘅生發之氣幫肝臟疏泄，將鬱結打開；醋嘅收散之氣幫肝臟藏血，將好血留住。呢一升一收，肝臟就重新轉起嚟啦。肝臟一通，眼光亮咗，指甲紅潤咗，
面上面嘅斑自然就退咗。呢個就係中醫嘅智慧，唔治斑而斑自退，治嘅係本，係嗰個根。咁樣問題嚟啦，好端端嘅一個人，點解心陽會不足？點解身體入面會全係寒濕？諸位摸住良心問問自己，呢幾十年你都對自己嘅身體做咗啲咩嘢？第一大罪狀氹涼，夏天外面38度，一進屋冷氣開到18度，汗毛孔剛要張開排毒，俾冷氣一擊，全關上咗，汗出唔到，毒就避喺入面，仲要再灌一樽冰鎮飲料。呢個係將一桶冰水直接潑喺火熱嘅心臟上面，心臟屬火，日日用水淋佢，火能唔滅嗎？火一滅，血就凝，斑就生。第二大罪狀，亂食藥，稍為頭痛身熱，抗生素、消炎藥成把往主入面塞。呢啲藥在中醫眼裏面係極寒之物，食進去係殺菌咗，可係亦都將身體嘅陽氣殺光咗。好比為咗捉老鼠，將間屋燒咗，陽氣一傷，身體就變成大冰窖，血塊同斑就係身體入面嘅冰。第三大罪狀，濫用維生素同保健品，好多人食維生素先美白，食深海魚油通血管，但大多數化學合成嘅維生素性質係陰寒嘅，本來身體就凍，仲要日日填陰寒嘅嘢，呢個叫雪上加霜。寒則凝，凝則瘀，瘀則結。嗰啲結節柱瘤，本質上就係老人斑嘅放大版。除咗寒涼，仲有兩個隱形殺手正在掏空你嘅陽氣：牛奶同精製糖。牛奶係俾牛飲嘅，係俾小牛寄子長身體用嘅。牛奶唔單止寒濕，而且極度脂肪，脾胃煥化唔開，就變成痰飲濕毒。呢啲痰濕流到心臟就係冠心病，流到腦就係中風，流到皮下就係脂肪瘤，流到皮膚表面沉澱起嚟，加埋死血就係老人斑。所以你一面飲薑草茶祛濕，一面飲牛奶生濕，呢個係左右互搏，點可能好？再講精製糖，而家嘅蛋糕、奶茶餅乾入面加嘅全唔係好糖，係人工代糖。高過糖價，呢啲嘢進咗肚，會將血液變得似膠水一樣黏稠。清水流得快定係膠水流得快？血都黏成膠水啦，點可能唔瘀唔生斑？而且甜味入皮，個甜則相贈，仲起一雙頭髮白咗，骨頭脆咗，面上面嘅黑斑傳出嚟啦。所以想祛斑，第一件事就係將奶雙子切咗。糖罐子罌咗，飲咩嘢？飲豆漿，飲米湯，飲老祖宗留低嘅粥油，嗰個字係最養人嘅。講到呢度，肯定有人會問：生斑係唔係因為血脂太高、膽固醇太高？我話俾你聽，膽固醇係好嘢，佢係細胞膜嘅原料，荷爾蒙嘅原料，更係大腦運作嘅關鍵能量。如果人工壓低血脂，記憶力會衰退，甚至可能影響大腦功能。更得人驚嘅係，當身體覺得冇油啦，心臟會憑命工作，但寒涼嘅藥又喺度壓制佢，一嚟二去心臟攰啦，末梢循環就壞死，手背面珠墩就係末梢，血流唔過耗，組織得唔到營養，垃圾液運唔早，就成咗死肉，個褐色斑點。實際上就係你身體局部餓死嘅證據。唔好只睇冷冰冰嘅化驗單，要睇身體反應。如果你嘅手腳係熱嘅，如果一覺能瞓到天光，如果胃口好好，哪怕膽固醇指標高少少，嗰個亦係健康嘅，嗰個係你陽氣足、能量儲備夠嘅表現。反而嗰啲指標控制得好靚，但面色灰暗、滿面黑斑、手腳冰凍嘅人，離大病已經唔遠啦。呢度我要特別預警一下，好多人飲咗薑土茶，做咗醋泡薑，冇幾日嚇親，走嚟問點解面上面嘅斑仲黑咗，全身發痕、肚剝，甚至發燒。呢個叫好轉反應。
亦叫冥丸反應。古籍入面講藥藥不冥丸，缺疾忽鬥，意思係重病久病嘅人食咗對症嘅藥，如果身體冇劇烈反應，病係好唔到嘅。你喺度排濕毒，喺度挖陳年老舊，清理鹹淡水嘅時候，係唔係會先泛起惡臭，塞得更勁，然後至通？身體都一樣。飲咗1星期薑草茶，陽氣開始同陰寒濕毒打仗，可能出現以下情況：第一，面上面斑仲黑咗，甚至生出新斑，唔好驚，呢個係深層嘅毒素被推到表皮嚟啦。以前佢匿喺臟腑入面要你嘅命，而家出嚟啦。雖然難睇，但命保住啦。堅持飲，等呢波毒排完，斑會似結焦一樣脫落，新皮膚就係脫胎換骨。第二，全身發痕生紅疹，恭喜你，呢個係風邪向外走。間屋發霉咗，開窗通風，灰塵肯定會飛揚。千萬唔好擦藥膏壓制，俾佢發出嚟，發透咗皮膚就細處啦。第三，肚波水甚至波血塊，呢個係最好嘅反應。腸道喺度排陰實黏，喺腸壁上幾十年嘅宿便、寒痰、死血俾生薑嘅熱氣衝落嚟啦。剝完之後人有啲攰，但個肚特別軟，特別舒服。第四，發燒或者忽冷忽熱，呢個係身體嘅免疫系統被啟動咗，正在打鶴滅戰。只要體溫不超過39度，精神頭仲好，就唔好去吊鹽水退燒，多飲薑棗湯，多出汗。每一次發燒都係陽氣嘅一次勝利，係血管變年輕嘅一次機會。治病好似行神山，最難受嘅時候往往就係快到山頂嘅時候。如果因為驚冇支停落嚟，甚至回頭去食抗生素壓制，前功盡棄，寒氣會反拔返嚟，變得更剛固，到時班就真係變成死班啦。仲有一個千古妙招題要破解，好多人飲咗薑草茶後喉嚟痛、牙肉柱、滿面爆瘡、流鼻血，於是將薑醃咗，走去食板、南根、黃連上清片，仲鬧中醫係騙子。諸位，你嗰個所謂嘅火根本唔係真火，嗰個係真寒假熱，虛陽外越。冬天地下室係暖陣陣嘅，井水係熱嘅，因為陽氣潛藏喺地下。但如果內臟全係寒濕，陽氣注唔入去啦，只能向外走，走到頭面部、喉嚟口。所以你感覺喉嚟痛、頭熱，可個肚同腳底卻係冰痛嘅，呢個叫龍火離位。呢個時候如果食板南根、消炎藥，係用滾水將僅存嘅陽氣淋熄咗，陽氣一滅，斑係暫時唔生啦，因為人都快涼啦。點算？遇到呢種情況，唔單止唔能停薑土茶，反而要加量，但要用艾草煮水泡腳，呢個叫上病下治，引火歸元。喺腳底湧泉穴加一把火，上面嘅火自然就落嚟啦。越係飲薑草茶上火嘅人，說明體內寒氣越重，經絡塞得越死，更要堅持將假火引落嚟變成真火，去溶化個肚入面嘅冰化咗，路通咗，上火症狀自然消失，面上面嘅斑也就退咗。如果以為光飲薑土茶就萬事大吉，咁定係將中醫想得太簡單咗。薑草茶係解決動力問題嘅，係俾車加油嘅。但如果車漆皮膚本身壞咗車架子，廢氣散咗，光加油有咩嘢用？中醫講皮毛者肺之合也。你哋面上面嘅老人斑在五行入面，黑色屬水屬疹，皮膚屬金屬肺，金生水，肺氣喺度滋養整水。如果肺氣足，皮膚就係白嘅潤嘅；如果肺氣虛，佢就生唔出水嚟，水變成死水，死水就係黑色。所以老人斑嘅本質唔單止係淤血，更係肺氣不足嘅信號。所以飲薑草茶嘅同時，一定要做一件事：宣肺。點樣宣？好簡單，大笑。中醫講憂傷肺，喜勝憂。
你哋睇下而家嘅老頭老太太，成日愁眉苦臉，肺氣全係收縮嘅、閉住嘅，肺葉都打不開，氣血怎能通達皮膚？每日早上飲完薑草茶，企喺露台上面對住太陽大笑3聲，將空中唾氣吐出去。當你笑嘅時候，橫膈膜震動，肺部擴張，薑土嘅熱力至真正被送到面皮底下，將黑斑衝開。為咗俾大家更清楚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再教一套面診嘅絕活。老人班生喺不同位置，含義完全不同。攞起鏡子對號入座，班生喺眼角太陽穴附近，呢個係膽經嘅問題。呢類人通常伴隨偏頭痛、嘴巴苦、喉嚨乾、情緒壓抑、愛生悶氣。除咗薑草茶，要多敲打大腿外側嘅膽經。班生喺面珠墩兩側面骨最高處，呢個係小腸經同胃經嘅問題。小腸係吸收營養嘅地方，呢度生斑說明吸收功能差，手腳通常極其冰凍。小腸係人體最大嘅火爐，火爐滅咗，面珠墩就黑咗。呢類人需要加倍劑量嘅生薑。班生喺額頭，呢個係心經同三焦經嘅問題。額頭生斑最危險，直接關係到腦血管同心臟供血。如果額頭突然生黑斑或者原有斑突然變大，要格外小心，立刻停掉所有寒涼食物，用艾灸灸關元穴，足3里，將氣引落去。斑生喺下巴、嘴角周圍，呢個係正經同生殖系統嘅問題。女性通常伴隨宮寒、經痛等問題。男性就係前列腺問題、腰膝酸軟，呢個時候可以在薑土茶入面加1點玉桂粉，引火歸元，溫暖症狀。斑生喺手背上，手背係三焦經所過，三焦係人體氣血運行嘅高速公路。手背生斑，說明內分泌同淋巴系統塞咗，垃圾運唔出嚟。堅持飲薑草茶，疏通高速公路，手背嘅斑退得最快。如果你覺得內服薑草茶太慢，再教你一招外治法，艾灸，但唔係邊度生斑灸邊度。面上面可唔可以用艾條分？中醫講左病右治，上病下治。我哋要灸2個穴位，第一個係血海穴，在大腿內側膝頭哥內側端上2寸，治斑就係治血。每日用艾條腎灸血海穴15分鐘。灸到皮膚發紅，感覺熱氣順住大腿往個肚入面降，呢個係喺活血化瘀。血海入面嘅血熱起嚟流到全身，就能把死血沖走。第二個係神光穴，亦即係肚汁，呢個係人體大穴，係先天之本。攞生薑片切厚1點，用牙線扎幾個洞蓋喺肚臍上，將艾刺捏成小金字塔，放在薑片上點燃，呢個係隔薑灸。薑嘅藥性加埋艾嘅純陽之火，通過肚汁直接輸送到5臟6腑，比飲10碗薑湯仲猛。手腳冰冷、面色青黑、斑塊堅固嘅人，堅持灸1個月，個肚暖粒粒嘅，面上面嘅黑氣似退潮一樣向下退。內有薑草茶溫補，外有艾灸火攻，呢個係裏應外合。哪怕生咗10年嘅斑，喺呢2股陽氣大軍嘅夾擊下，亦都要乖乖投降。最後仲有人話：我想治，但我阿媽有老人斑，我阿嫲都有，呢個係遺傳，冇得治啦。噏乜鬼？請原諒我咁直接，我係真心急。咩嘢叫遺傳？中醫唔講遺傳，講家風。你阿媽有斑，你阿嫲有斑，係因為你哋一家人食住一樣嘅飯，住住一樣嘅房，有着一樣嘅壞習慣，一家人都愛飲凍飲，咁肯定全家都凍；一家人都愛埋嘢，咁肯定全家都血虛；一家人都脾氣暴躁，咁肯定全家都肝鬱。呢個唔叫基因遺傳，呢個叫生活方式遺傳。既然唔係基因所死嘅，咁就係可逆嘅。只要你由今日開始打破家族嘅壞習慣，把凍飲戒咗，
把薑草茶飲起嚟，把心態放平，你會發現你就係家族入面嗰個變異嘅人。你嘅面會比你阿媽年輕，身體會比你阿嫲硬朗，你會親手斬斷呢個所謂嘅遺傳魔咒。講咗咁多，字字句句都係經驗總結。人體大藥本來就喺你自己身上，只要你俾佢一點火種、一點養分、一點時間，佢會俾你巨大嘅驚喜。當你面上面嘅斑淡去，唔單止係變靚咗，更意味着血管入面嘅淤泥被沖刷乾淨咗，心臟重新變得強壯有力咗，你嗰啲要命嘅問題越嚟越遠。呢個係一場身體嘅革命，係一場奪回健康嘅戰爭。由今日起，做一個有智慧嘅人，不再盲目跟風，聽懂自己身體嘅聲音，好好食飯，好好瞓覺，好好飲茶，去感受一碗熱湯落肚時嘅溫暖。如果你覺得呢堂課聽得過癮，聽得解氣，聽得有道理，請把呢個內容分享到你嘅家族群入面，發俾嗰啲仲喺度亂使錢嘅親戚朋友。也許你呢一個簡單嘅動作就能挽救一個人嘅健康，甚至挽救一個家庭嘅幸福。記住，萬病皆損於陽，養足陽氣就係養命。相信能睇到呢度嘅，全係有智慧嘅夥伴。本之後內容成體系，堅持日更，有合集，系統學習效果更好。點擊關注，共同成長。